和記號碼介紹禮拜11場12號連登沈澤成嘅上一次還90倍新馬和記介紹俾你哋嘅201蚊嗰個位置睇佢點樣跑啊！而家尾嗰個紅衫即係最尾嗰個啦睇佢點跑啊！然後零燈嚟㗎，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馬就勇冠群英嚟嘅，外邊啦勁進區咧就走上啲喎，跟住第3位出邊一生好彩咧，紅衫就走咗上去喎，內欄第4嘅馬有金髮盛世啊，中間第5黑衫火悟空啊。外邊第6係喜連勁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響入邊大面箍綠衫有天福啦，頂出去外邊追嘅嘛，有囂將線路滿貫，出邊呢就係呢隻咧天星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勁進區透出咗，中間追佢嘅嘛，有一生好彩啊，外邊上嚟嘅嘛，仲有隻喜連勁感啦，攝入去追，火悟空又唔係好夠位，中間上嘅馬呢仲有紫荊盛世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呢就係呢隻一生好彩啊，外邊紫荊盛世撲上嚟嘅勢呢都相當勁啊，接近終點啦。埋邊一生好彩，出邊紫荊盛世要影相啊！至於跑第3名嘅馬呢，係零燈響外邊追咗上嚟，第4名呢，喜連勁感同埋埋邊嘅火悟空呢，就比較接近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以為跟前到一生好彩有機會嘅時候，外邊呢紫荊盛世逐步上嚟。